台东的往来食客即卖正咧大出，但是中国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，海关也未开工检疫。后续是毋是会当出口到中国，也毋知影。若是无法度卖到中国，这超过1万吨的食客要安怎处理呢？台东县政府除了请果农较慢采收咧，嘛希望会当增加其他的通路来运用。 食客生甲点，这果农趁开工日赶紧采收，3、2个手就几台车，每一粒拢是真把甜，比拳头母搁较大粒。外销厂要收了，他叫我们减4000斤给他。好，那我们就切开减一减就差不多了。好，这样外销到哪里去？他好像是说新加坡吧。倒找出路，中国面临武汉肺炎的危险，6月年假延长到2月初2，中国海关是停止检疫。 无法度外销，果农烦恼讲会影响后届出口。毋敢去收果，去到也无人，等于伊无利润。台东的往来食客每一年外销拢有10亿个产值，销售量毛万几吨，淹过9成拢是销到中国。即马县政府希望讲果农卖遐早采收。如果可以延迟采收的，就尽量延迟采收。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，那可以以国内市场供应。 果农是希望讲，会使伫国内加增加一寡通路，就惊讲这个水果挡袂牢，落过了后，那呢因的心血就去了啊。